寒流减少，袂少人出门行村，各道车有变较济。明仔载初二，预估车流量是平常时啊1.5倍。印度当咧举办大乌节，因为人实在伤济啊，上矮上大，上无14个人死亡，20个人重伤。台南南昆新大天府抽国运签诗是下签，苗香港经济和政治互相影响，爱到年中才会变好。观众朋友，新年恭喜，欢迎收看1月29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寒流减少，即时温度回升。这款好天气会维持到初三，因为天气好，袂少人出门行村，各道的车嘛有变较济。高公桥预估明仔载爱等候头一初二，是过年期间车上济一日，这车流量可能是平常时啊1.5倍。提醒乡亲出门，就要注意交通的资讯。自初一早起，平湖公路路南的车真多，屏东县警察局加派联络指挥交通，启动路南的调拨车道，提高行车效率。因那国道的车流也明显增加，一到码头国道5号的南港联络道止步，车驶甲真慢。因那国道3号大溪路南的路段也拢是车，高公桥有个30初二车流量上大，其中国道5号也会实施高行载管制。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北向各交流道路口，在下午1点到下午6点是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未满3人以上的小型车是禁止进入国道的。高公桥有个初三进程，主要是路南尖峰，提醒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或者是行大体道路。因那正月初一日时，各地温度拢是好天到侪云，温度回升，但是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暗时到透早也是较冷。日夜温差大，所以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夜间，还有在明天清晨的时候，还有一波低温。日时气象署也是对苗栗发非常寒冷的感觉色灯号，有一寡所在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这种稳定的天气会一直继续到正月初三的日时。主要的天气变化会是在初3的晚上到初4，由于锋面要接近，到时候南边水汽也会逐渐增多。到时候初3晚上开始，在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会开始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另外也提醒民众，初一到初三受到环境风场转做偏东风的影响，西半部的扩散条件较歹，污染物容易累积，所以空气品质可能转做对民间族群无健康的感觉色的提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初一无平静，各地头发生大大小小火灾。伫咧台南中西区早起有4间店面导火，加在无人受伤。另外，新北的新庄有1间电动奥多摆店导火，拢总烧着50台奥多摆、电动铁马甲汽车。那偏乌是有6台奥多摆导火，1个民众受伤。连同的真一间店头庆祝大火，天边拢是乌烟，消防队员赶紧由水线抢救。台南市中西区福建路一段自9早起8点半左右传出火警，现场真一间店头含着火海，火势各向2边的店头甲主体断开，消防队全力拍火。商务的那个铁皮店铺，它已经都是一片火海了。那因为它第2面跟第3面有紧邻民宅。所以我们到达现场就是先出水线去做第2面跟第3面的阻隔燃烧。火势伫早起9点半左右控制掉了，好加在无人员伤亡。暗过技术电信箱货车弄到才引起火灾。警方表示，吊水驾驶技术食感冒药啊，偷行误行才会开车冲撞路边的电信箱。暗过是毋是就是火警原因，爱个调查清楚。新北市新庄区4维路1间电动机车行，初早起将近8点也发生火警，虽火势伫差不多10分就拍花。暗过有20台机车、19台电动脚踏车、1台汽车被烧害去，5个住户有风险上去。我们都没有在家，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他在我们那个窗户有人帮忙，他摔后面的门救他出来。在睡觉啊，他出来看一下，他看是对面烧起来，我车刚好就停在对面了。另外，伫平湖北景要停伫民体大厅6台机车，初透早将近7点时阵被烧害去。67岁姓王的住户，迄时阵想要抢救机车，结果头面甲双手手掌拢无细致受伤。火警原因有关爱国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开车初一，总统赖清德和行政院长杜英泰拢去庙里拜拜本福地啊。
罗总统是祈求国泰民安，嘛讲会全力维护台湾伫咧国际生存发展。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甲国人同胞拜年，正月初一总统热清照，一早起到艋舺龙山寺参香。面对国内朝野的对立，伊祈求台湾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甲观音菩萨祈求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所有的善男信女会当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院长怎么看川普喊话提高晶片关税？若是罗总统参香的行程百家满满，行政院长杜英台一早起赶快也展开伊参香的行程，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点名晶片制造业拢走来台湾，可能会对晶片起关系。对此，杜英台强调，政府拢有密切注意经济发展。经济部及其相关的部会都已经在严密的 这个注意当中，过1、2天，我们也会紧急的看看要不要对产业界做出更多的合作的计划。杜英台强调，台湾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有4.3%，是过去几年来第2高。也强调，政府自去年开始就一直都有伫咧注意国内外的情势，将会密切保持台湾伫咧世界产业供应链的领先的地位，全力甲世界各国合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 Trump 讲，晶片的产业有98%拢伫咧咱台湾的手头，所以放调讲要甲台湾扣晶片甲半导体税，上当可免扣到100%。若咱总统府表示，台美伫咧半导体产业关系是真歹，会继续来关心美国政策。 正前，美国总统川普伫演讲时阵表示，伫无偌久将来会对外国生产的电脑晶片、半导体扣关税。总统府发声明强调，台美双方长期伫半导体领域科技产业领域关系密切，共创双赢，会继续关注美方的政策。 未来也将持续关注美方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与合作，共同面对全球的各种挑战，注意台美双方产业以及国家利益能够持续稳健的发展，也在既有的基础上能够继续强化台美关系。 引起台湾高度关注的是，川普演讲内容，佮特别点名台湾，已经为高科技产业走到台湾，而且台湾伫晶片市场的占比高达98%，希望这个产业会转去到美国。外界关注美国是不是对台湾晶片扣100%关税？专家分析，扣高关税对台积电伫先进制程虽然有负面效应，毋过影响无大。毋过若是针对成熟制程扣税，无论是联电、力积电或者是台积电，恐吓拢会遭受 冲击，增加关税成本可能转到客户这边。这个税其实不能由厂商来负担，所以说就一定会转嫁到所谓的客户端，甚至是终端的消费者的部分，会造成了所谓的来自于3C 产品和电子产业的通货膨胀。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讲，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专家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扣关税，主要是希望台积电应加速伫美国扩充先进制程产能，啊，不过其他生产成熟制程的大厂，考虑美国水电甲人力成本拢比台湾较悬，有其转去美国设厂的几率无大。记者综合报道。韩国济州航空去年底发生意外爆炸，造成179个人死亡。昨暝又搁传讲有一架釜山航空的飞行机要起飞时熊熊导火。 加在176个人拢顺利逃生，毋过有7个人受伤。台湾时间2日暗时9点半，一架釜山航空的飞行机伫咧韩国金海机场准备要飞香港，却若像这行李舱内底有物件烧起来，害飞行机导火。169个乘客、6个机组员甲1个维修人员赶紧逃生，全部拢安全脱离。毋过到底是啥物物件引起导火，目前要搁咧调查。 继续来看国际消息，印度当咧举办12年一届的宗教活动大乌节，这6礼拜活动按4亿人参加。不过这阵因为人实在是太济了，小挨小亏，人打死人，目前上无14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 真条小子并过铁丝网，各民众想要围在中弄到外口来。印度北部城市普拉雅格拉吉每12当才办一届宗教活动大乌节，这个月13开始举办，延过当地2到饭店1点外，所因为就一人疗伤济，发生严重的小挨小杀事故。
美国媒体 CNN 报道，大乌节是印度4个城市每3天轮流办一届，为全国各地组织的信徒会去恒河、亚穆纳河、萨拉斯瓦蒂河3条河流交汇的所在，用圣水来洗身躯，代表净化罪恶。如果为期6礼拜，节庆会有4亿人参加活动。到日前为止，已经有1.9700万人参加。所活动当时，组织伫河水边的人达到数千万人。真侪民众是已经洗好啊，伫河边休困，煞常常发生烧烟烧杀，造成参加的人死伤。现场民众表示，逃离现场的人伫出口阁拄到烧烟烧杀，要转来找另外一条出口的时阵，所发现出口已经互当局关闭。और वो बोल रहे थे और के पुलिस को बुलाओ तो पुलिस सामने आ नहीं रही थी उधर ऐसे हुआ था हम लोग आ रहे थे तो वो धक्का दिया तो वो हम लोग उधर वो लेट गए सुबह गिर पड़े थे तो पूरी पब्लिक ऊपर चढ़ गई थी हम भी मारा से बचे हैं हमारी मम्मी जी डेथ हो गई है हमारी मम्मी 过去印度的宗教集会嘛，常常发生真群烧烟烧杀。2013年，民众组织伫火车头参加迄一档的大乌节，嘛捌发生同款的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伤。这个为着信徒安全，已经伫城市周围设置安全范围甲检测站管控真条，更有9,000名警察维安，所以有可能发生同款的悲剧。广西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倒来看国内，初一爱去庙里行村拜拜领钱宝讨好彩头。台南的南昆山大天府咧抽国运签诗是下签。庙方认为咱的经济和政治可能会互相牵连，就要到旧历6月过才会豆豆变好。台南昆山大天府正月初一抽国运签，今年抽第2支签，连续5个上杯在，庙方抽出第54首。虽然甲8年前同款是下签，不过庙方解脱经济甲政治可能有寡牵连，嘛会当着一寡考验。以上半年来讲，会比较辛苦一点。伊嘛是咧讲啊，讲国人爱去花，一重江水一重山，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你要行山路，还是要行水路？介在咱去如何去拿呢？不管咱啦吼，咱的国运也好，咱的民生经济也好，只要透过咱所有百姓，大家先行来着，全国来拍拼落了，我相信咱台湾的经济绝对是赞人讲点点。庙方讲，虽然这支签看起来无介好，不过阁有解脱。伊嘛讲，对年中开始经济会豆豆好起来，一直到年尾，咱的经济地平应会较好。新正年头，经济公庙拢客，有的庙特别撒无共的钱宝，像台湾府城隍庙特别传限量666份的66块钱宝，要互人添在去。但关城隍庙是以较少流通的20块银角仔，摕到的人拢欢头喜面。今年拄啊少大，就讲有这个意义，唔知为通专家落来摆这个钱宝安尼，求一个好财运安尼。生肖是属6啦吼，6排行第6啦吼，咱用钱的迄个金票吼，诠释伊的意象，吼，无用迄个图腾来诠释伊的意象，想伊伫这个流年的时候会当来。六大顺啊！正月初一是新年的头一天，真侪民众拢趁好天出外行村，众人祈求新的一冬拢顺利利。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东石山关帝庙有传3万份的钱宝，一透早这停车场上千架是拢停甲满。若南投指南宫无钱宝，嘛是吵，因为拢是在排队要借发财金的人。会面门大厅一路延伸，长长的排队人潮，拢是为着要来领钱母，希望转年财运会当更加旺。加上拜拜的人潮，现场有够超过1000人。心诚则灵呐，反正我们就放着看正财啊、招偏财啊，什么都有这样子啊。当然是有是最好。29号早是9点外，高雄虽然出大日头，不过体感温度无到15度，也是真侪民众早起来拜拜。庙方表示，今年准备钱母3万份，嘛因为钱变较薄，甲钱母的金额为1块变成5块。今年过去是拢1块的啦，今年我知影即马1块较薄，今人较无人要跳，所以改5块的啦，这钱母改5块的啦。这过平安桥，原来会会送。高雄有人排队领钱母，南投指南宫嘛伫服务柜台也未开门的时阵，就已经有长300公尺的排队人潮，大家拢想要来甲新民借金，保庇生意兴隆，也是事业会当顺利。有没有带给你好的运气呢？多少都会有一点啦。怎么说？运气上或者是生意上都会有。给能杀下屋了。现在我们早上就是还没有开门哈，借还金的地方还没有开门，
就排很多人，现在目前大概排了300公尺以上。指南宫表示，民众这现金的时间扣除29暝，为每一天早时7点到暗时9点拢会当办理。2024年借出的发财金超过4亿，不过信徒还了超过7亿。今年大年初一嘛发现人潮，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2成到3成。公司新闻王立婷、林昭宽高雄南投报道。初一主是一个到真侪民众都走去庙里抢头香，祈求新年有好气运。嘛有一寡庙会分开运的红包。若大家镇南宫呢是另外送一尊价值上万块的妈祖金身，互抢到头香的新众。时间一到，庙门一开，大过年拿来高先生。以小可的茶旗抢下今年赛丽福运宫头香，伊个哥哥嘛是去年头香得主。上大的愿望就是祈求新年带来好运势。就是希望太平花可以保佑今年大家平安健康生意越来越好。咱拿来包先生，顶年买来啊，今年可以因自出双状元，头奖状元，咱对伊感觉真欢喜。而大家镇南宫依传统，主时11点开庙门，后面众信众入去庙来抢头香。第一名还得到价值18000块的金神妈祖。2020有抢过一次了，对，这第2次了。就平安顺利，然后家人身体健康这样。来到嘉义新港奉天宫，主时还未到，就真侪信众在庙外等待抢头香。最后又连续3年拢参加杨先生，配合今年新港奉天宫的头香。希望娶老婆，大家身体健康，家人也可以平安。新的一年，全台庙宇香火鼎盛，庙宇会分送开运红包，民众期待第新名的庇佑下，会得有一年的好运势。公园新闻王伟雄综合报道。唔知乡亲敢知影有一款运动号做定向越野，选手爱伫咧青训的所在，敢若会当靠地图甲主午站，用上短路线、上紧的速度去找指定的地点。咱台湾都有定向越野的选手，去年伫咧泰国亚青赛摕到2块铜牌，那么做伙来看卖。路腿正行，不过也是走正紧，就算是拄到上斜路，回头小确定方向了，就继续向前走。清华栏杆过关速度无变慢，头前若是有物件动掉的，就直接跳过去。看起来敢若是跑酷，不过这项运动是定向越野。选手个人手内一张地图加100针，伫青训的所在找宝，爱找到每一个检查点，看谁人的速度上紧。我预料结果是走外面这边。地图顶头有定高线，每一个检查点伫咧倒位会标示，选手就会发挥路径融合的能力，甲看到的景色甲地图贴做伙，找出上好的路线。伫去年底泰国定向越野亚青赛，咱代表队摕到2块铜牌。前一天在休息日的时候，我是发高烧，然后全身就是四肢无力，支撑我跑起来的动力就是2个队友，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代表国家去。平安的大兄平新伫去年全民运动会个人项目摕到双冠军，不过伊认为体能唔是伊的强项，所以专注伫咧看图的能力，也有伊的撇步。自己画了一些模拟赛图，透过卫星地图，把能看到的赛区的环境都看过了。所以等于说，我跑到赛区里面之后，可能有2/3的画面是我清楚的。我们往这里冲，我们看到3圣宫那边，然后往上跑。伫出发进程先讨论，囡仔之间竞争变少，除了合作甲分享的快乐。定向越野这几年经过推三了，真侪囡仔也愿意把手机放来，行出厝外，体验伫真实的世界掠宝。这件事情就很像是定向越野在看读图的时候，他往那个方向是没有怪物的，可是他就没有做到地图政治这件事情。当迷航的时候，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新的方向，然后走出来。我觉得这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这卖世代大家拢是靠 GPS 定位，不过定向越野是返璞归真，靠手内地图，佮搭配100针，无靠电子设备帮助，就会当完成定位，会当强化家己独立思考、家己解决问题的生存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桃园市创立一个自主学习3点空的实验室，学生的年会为国校到高中拢有。这个所在免考试，嘛袂讲情啊，提醒你上课甲下课。
让学生主动合适，会使选家己有兴趣的课程。好。 不错，哇，不错。用手甲手前顶点落刀，用火烧纸票，火龙卷啊，有这个静电天女散花，每一个科学实验拢互学生囡仔大开眼界。教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戴明峰，不过这毋是大学的教室，是通市首创的自主学习3.0实验室。囡仔毋但主动参加学习，嘛真有想法。自主的时候，就是可以自己排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事，可是在学校就是都是老师在帮忙排课。科学方面，如果要更细的话，我是会喜欢天文。 然后我就是以后就会想要当天文学家。当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分数真的有到那么重要吗？是分数要决定人生，还是我自己才能决定我的人生？甲传统这些教育课程无同，这无考试，嘛无上下课的钟声。自主学习3.0实验室内底的囡仔，为国小、国中甲高中拢有，因脱离学习的限制，选家己有兴趣的多元课程。 无共年岁的囡仔做伙学习，哪做哪学，嘛去大学参访，伫专业实验室内底做实验。学生不是在一般标准的学制里面，被课程的框架框住，所以他们的学习比较灵活。 也比较不受限。自主实验教室主要是提供学生们探索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有给他非常多元的课程那让他有实际操作。 通市当年差不多有1000个自主学习的学生囡仔。实验室召集人表示，自主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希望会当提供较完整的资源，帮助囡仔了解未来，也甲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教授是认为，自主学习无受学校考试制度的影响，时间较自由，嘛较好调整。学生囡仔学习的意愿悬，唔惊失败，嘛鼓励囡仔参加比赛，为失败中会当了解更较侪知识。 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1度到22度，中部地区10度到23度。 南部地区11度到25度，东部地区13度到21度，外岛地区9度到19度。各未来3日的天气。 金城迎春，年年有春。新的一年，祝咱乡亲啥物拢顺利，啥物拢如意，办通代志好势溜溜。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